我现在已婚，已经有一个小孩，是男孩。那孩子跟你住在一起吗？还是？有在姐妹之家那边，也算是说住在一起，只是说没有那个而已，随时都可以见面的。可以见面，就是因为你在这边，他在那边。那你多久见一次面呢？这么1个礼拜就可以见一次，回去就在那边就可以见了。回去那边就可以见了。OK， 因为我要了解你们的居住的状况，你们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因为我讲原生家庭嘛，很重要，我要了解你们。是啊，如果说见面的话，1个礼拜就可以见好几次面。1个礼拜见好几次面 ，OK， 没问题。好，请坐，谢谢。好，我认识你们了。OK， 好，我们下一个。好，从这边开始，叫名字啊。好，大家好，我叫李方浩，未婚。未婚来，今年40岁了。40岁。对。OK， 我们姐妹们听见没有？我呢是来自缅甸的，吸食这个安非他命和这个大烟嘛，我抽大烟，所以就来到这里了。感谢主，来这里有3年多了。3年多。我来这里，现在我读门训2下，2年级下学期。好。所以等于说你们原则上是来戒毒是1年的时间。1年半满期。1年半的时间。对，1年半满期，满期之后呢，我就来这里读门训。读门训是有心想服侍主。是。那很好。OK， 那你是未婚吗？未婚。OK， 40岁。是吧？40岁。我会给你介绍怎么找对象。好，谢谢。对那个未婚的。OK， 谢谢你，请坐。来，我们下一个。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志昌。来自缅甸布港。也是缅甸 ，OK， 继续。还几岁呢？40岁。两个都40岁。40，对。同年的40岁 ，OK， 那家里兄弟姐妹呢？有母亲1个弟弟2个妹妹。爸爸不在了，过世了。OK， 所以母亲2个妹妹OK， 好，也是未婚的哈。好的，谢谢你。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好。我叫肖兴宇。肖兴宇没在这里是吧？没有。旁听。OK， 好，肖兴宇。我今年67岁。我是孤儿，没有父母亲的。没有父母亲的，但是你现在是。很抱歉，我是从台湾过来。你从台湾过来的。因为我在台湾很堕落，我是股票输了很多。妻离子散。妻离子散。等于说现在是。对，在泰国，那刘牧师把我带泰国。感谢神，上帝又给我另一半。是吧？来这11年了。已经有了对象，所以这次是你自己来。对，因为跟前妻离开了。这样子，所以你现在还已经有对象吗？有。那他人在哪里？他也在湄站。也在湄站。所以他是泰国人吗？他是缅甸来的。怎么讲？他们这边2个身份我就搞不懂。OK， 所以就是台湾缅甸。他是云南人。云南人也是华人。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弟兄，主要是来上老师的课。原来是这样子。OK， 好，谢谢你欢迎你来好的，比较年轻一点的哈。没有，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赵爱女，我是缅甸来的，是佤族。我们的家里面是一个大家庭，我有3个姐姐，2个弟弟，2个妹妹。我上面有一个哥哥。我的父母都还现在。走了几个兄弟姐妹啊？有9个。哇，9个大家庭，真的是大家庭。好 ，OK， 好，那你呢？现在我未婚。正在交往当中。那他人在哪里啊？交往那个对象在哪里？他现在读学士班。在哪里读？在伯特利这里读，但是他在正主教会服侍。是吧 ？OK， 那他现在在伯特利读第几年呀？他读学士班第1年。第1年，今年才进去的吗？还是去年？他读学士啊。对，他去年才进去。去年才进去，今年4月份嘛。好，那还没有收到我的课。
他刚刚毕业那个有上过你的课。哦，有上我的去年刚刚毕业过那个文凭了。哦 ，OK， 好，所以他有上到我的课。OK， 好，很好，在交往中哦。好 ，OK， 好，知道了，为你祷告了，那就好好听哦。好。OK， 好，下面。我叫许世明。许世明，哎。我也是从缅甸过来的。哎。我呢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哎。我自己呢有一个女孩。老婆呢跑了。老婆跑了。OK， 好嘞。现在呢有38岁。哦，38岁 ，OK， 谁？那个你说老婆跑了多久啦？差不多有3年了。那孩子跟谁啊？跟我的妈妈。哦，跟你的妈妈。所以你妈妈在哪里呢？在就是帮嫂那个地方。哦，这样子哦，所以你多久见她一次？现在的是只是电话上见。哦，电话上见。哦 ，OK， 好的，好，明白了，好，谢谢，好，下一个。啊，老师你好。哎。啊，我姓张，名叫柔相，我也是来自缅甸的。哦。我呢有3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大。哦，你是老大。最不听话，最话也是。是吗？对。下面有2个妹妹。哦。我母亲呢，她也是刚刚去世，上个礼拜6嘛，那也是没办法回去。哦。对，闭关嘛哈。对，关于疫情那个问题都没办法回去，我都为你祷告。你是已婚未婚？还未婚，正在交往当中。哦，也有对象了。啊，交往多久了？大概3年吧。哦，3年了，他人在这边吗？还是在缅甸？在这边。可能老师你知道的。在福泰。在福泰里家这样的。哦，福泰，好，我们上次也是去过 ，OK， 哦，我们认识是哪一位？我想讲是哪一位？叫什么名字啊？玛丽。哦，玛丽哦，原来如此，我们认识她了。OK， 我们都认识了。OK， 好，谢谢。好来。好，大家好，我来自缅甸，我的名字叫高天伟。我家庭有7个姊妹。我父亲去世了，只有一个母亲。我有3个姐姐，1个妹子，还有一个哥哥，1个弟弟。我呢在家排行3。现在是在某些装备1年之下。我未婚。未婚。今年40岁了。哦，都是40哎，哇，40很重要哦。我是40，然后那个大伟的40，哎，太好了，我们介绍，我是出埃及了，40埃及了啊，是，好。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姓莫，我的学名呢叫莫家发。我来自缅甸，我是缅甸的华人。我的家庭呢，我就是单亲家庭了。我现在我父亲去世了，我是一位老母亲。但是我呢，我们的一家呢有3兄妹，我是长子，我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已经结婚了，最后又离婚了，生了3个孩子，2男1女。那我的年龄呢，今年有46岁。现在我就读美训呢是3年级下学期。好，谢谢。好的。好呢。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好。我也是来自缅甸，名叫李丰忠。李丰浩的哥哥。哦，兄弟。我有7个弟兄姐妹啊，2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1个妹妹。父母亲都不在了。我呢，已结婚有2个小孩，但是妻离子散了。到现在还没有联系啊。好像是没有希望了啊。他人在哪里啦？在中国。哦，在中国是吧？云南吗？对啊，云南。龙陵那里。OK， 好的。我现在这个月底我结业了。哦，结业了，那你要去哪里去村呢？就在村里面的。啊，村哪个村？看上头安排了，马乐福也好，满新别也好。哦，是吧？哦，还是会在。机会里面。哦，不是哈，好，这个很需要成功。现在是43岁。43岁啊，好。哎，你们兄弟差几岁？43岁。3岁。哦，所以你是哥哥嘛？哦。对。哦，你是弟弟。我。哦，这个看错了，弟弟。哦，哎，看起来有2个不太像哎。他更老点，他是哥哥。哦，这样是吧 ？OK， 好来。大家好，
我叫洪振宽，今年56岁，我有弟兄姐妹有5个，我是排了2，我1个姐，2个妹，1个兄弟，现在都是国际，我的家庭是我是一家之主，我有老婆，是3个儿子，1个姑娘，1个孙女。我的大儿子有33岁，最小的女孩有25岁，他们都是缅甸大学毕业的小生。OK， 我在这里就是维系1年，1年级下学期。刚刚来，是。满期回去过家，现在是第2次又来。要读1年级下学期。谢谢。好，那你多久跟家人见一次面啊？我2个星期打1次电话，老婆对我很好。OK， 好的，谢谢。也是老婆的儿子送我来。好的，好，我就多了解你们了啊，因为我们在讲到家庭嘛。那家庭的话，我上的课呢，跟你们一般有在读神学了，还有圣经呢，不太一样啊。我们就说圣经课跟神学课呢，是完全是帮助你在知识层面的啊。那在知识层面的话，你就要去背记它。但是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家庭的时候，是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或者是将来呢，你要出去服侍人的时候呢，装备你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别人，因为你们都算是说过来人嘛，除了是说吸毒然后戒毒，这是过来人，但是你们的生命的，就说因为，比如说你们说会太太离开啦，太太跑啦这些，那都是因为什么？吸毒的关系就跑了嘛。但是有没有说你吸毒了，你的太太还是等着你回去了？有没有？没有，因为给他们觉得说，好像他也承受不了了，是不是？那当然就是说，他们跑了不在了，那你们会不会期待说再婚呢？有没有期待？期待再婚，是不是？好了，那如果说，因为我是觉得说，当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呢，大家的观念先讲清楚。我今天会有讲义给你们的。这一次上课呢，我有2本讲义，然后呢，这讲义呢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看我的投影片，然后在讲义上面写。好，那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问的，好吧？因为我们这是实务课程，你们是过来人，但是过来人你会经历到说跟孩子的分开，因为你吸毒的关系，你在戒毒就必须要跟家人分开。但分开呢，他们也会有一种的不适应。你们呢，刚刚也是很不适应啊。除了那个吸毒要戒毒的时候那种不适应之外，跟家人分开是不是很不适应？随时要看孩子，随时要看父母，随时要跟兄弟姐妹在一起，还是有点不舍得或者是不适应嘛。但是如果说你们都了解那种的亲情的分离，那更加会体验到别人他跟家人分离的时候那种的心情。好，那这个心情的时候，那就要了解了。那因为刚我想说，因为你们上次都上过那个讲到耶稣从耶稣的家谱来看原生家庭嘛。好，那今天是在帮你们复习之余，我还增加了一些帮助你们检视自己的状态。譬如说你的压力、你的情绪、你跟人的沟通方式。譬如说已经结婚、离婚，希望再婚。那你就不能说你要再婚的时候，要寻找对象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以前的方法再跟你未来的配偶相处，可能要有一种改变。改变什么？改变那个沟通方式，改变它的互动的方式不一样的。好，所以可以说你们在看的时候，譬如说有2位已经有个未婚，有2个都有对象的在交往，也希望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们多了解一下对方的原生家庭。好吗？所以等于说，我今天有功课要给你们做的先告诉你们一下但是不多我没有要来看这次呢这一课没有让你们看书，但是我要你们写一些的报告
好，那你们可以今天晚上，本来说今天晚上要排课，我说不要，今天晚上让你们做作业，啊，写一下你们的资料，还有我要你们写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比较深入，将来会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助别人？好，明白吧？啊 ，OK， 好，来，你们谁有不是班长的啊？你们有谁来一人分一本？我们10个同学吧，是不是 ？OK， 因为有些老师啊11个。哦，11个，11个。那老师的没关系，老师的在那个你有3位老师嘛？3位老师放我这儿，啊，几个？有11个他的旁听。啊，旁听的啊，对，先借他看一下。哎，他那一份呢，等于说看完了就回来。你们每一本上面都写上你的名字啊。好，写在外面。哎，写在外面。那个开始的，我也可以那本，没关系，因为他有老师，有3位老师。好，都有了啊。好，都有了啊。那我来看一下，你们原则上跟着我那个投影片来看啊。那有些字是比较小，你们可以自己在旁边写一些注解了，好吗？好。我不晓得你们的图书馆呢有没有这几本书，譬如说，家庭树啦，还有家庭如何塑造人啦，还有我为什么是我，还有家族治疗方式，还有家庭非常人。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是吧？好，那我下个月来的时候，我看给你们发一套书来给你们看，因为这是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帮助你要服侍的人，啊，或者是说你可以重整自己的一个生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啊。那这是给你们的参考。那我等一下呢，我也会在这个，等一下会给你们杂志。那这个杂志就是我们真爱啊，真爱的杂志。那里头每一篇都有不同的文章。那都很好。那如果说，因为大家现在都会上网嘛，哈，你就可以到我们真爱的杂志上面啊，有一些的那个很好的文章可以看的，你可以去查阅的哈。那我这次是带了2期，需要的话我下次再带多一点来给你们哈。网站呢就在后边哈，所以等于说下课的时候你可以去查阅，好，然后照一下把它放上来，里头有很好的文章，有一个很好的电影介绍。帮助你透过一些的影片来认识家庭互动关系是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家里出生的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我们都是妈妈生的嘛，哈，有没有人说是爸爸生的？是透过妈妈的肚子生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家庭呢，我们不管说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在家里出生的，啊，但是出生后在哪里被照顾的重点了。我想问你们几个，你们从小的都是父母跟着你养你的呢，照顾你的，都是吧？还是说是祖父母照顾的，还是说保姆照顾的？父母照顾，都是父母照顾，全部都是父母照顾的吧？是不是？所以祖母照顾的，祖母、外婆、家人。哦，等于说上一代，等于说有些时候妈妈、父母忙的时候就没办法照顾到你，就委托老人家、祖父辈的，啊，是不是？那当然，刚刚有谁说是孤儿的？大哥。啊，大哥是孤儿的啊，所以你出生还不晓得就已经放在孤儿院了。不是。父母时代才分股啊，父母时代分股 ，OK， 好，明白了啊。好，所以我们就说从一个家庭哈，事实上你看圣经吧，从旧约第一对夫妻、第一对家庭是谁呀？亚当夏娃。对，亚当夏娃，然后生了几个孩子啊？3个。哪3个啊？该隐。哇，不错，你看圣经读得好熟啊。好，但是呢，又是第一章的什么？谋杀案，对不对？是啊，那你看从整个创世纪来讲，是不是都在讲家庭？你可以数上有几个家庭？亚当夏娃第一个家庭，第二个家庭谁啊？
该隐啊，但是亚伯啦、赛特啦啊，没有嘛，就赛特了啊，赛特了，对，赛特了，那下来呢？下来是挪亚嘛？挪亚，对不对？挪亚有几个孩子呀？3个嘛啊。4个家庭呢就变8个人了嘛啊。那挪亚方舟了，对不对？出来之后呢，还有哪个家庭呢？亚伯拉罕的家庭了哦，那跟着联系下来就变成以色列的家族了啊。所以你看到从旧约开始呢，神是很注重家庭。那我们在圣经，我们在教会。一般现在的教会很少讲到说关注家庭，但是呢，撒旦最容易破坏什么？家庭。你看亚当夏娃他就来破坏了，是不是？所以等于说我们要跟好像在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破坏家庭，我们就要怎么样？为家征战，我们要注重家庭。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那今天你们个个都是门训的嘛，就门徒嘛。那门徒是将来为了要做传道人了，是不是？那做传道人的话，你要记得，当你未来要做传道人、要牧养人的时候，家庭第一个优先要看得好。你们想想看，如果教会健康，首先要什么？家庭要和睦嘛，家庭要健康嘛。同样的，家庭要健康的时候，先要怎么样？个人，你个人要不要健康？要，你个人健康，你跟人家互动的关系、沟通的关系和好，你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和好。那是健康的时候，就等于说一个个人健康，以致你组成的家庭，你要帮助家庭调谐的好，经营的好，夫妻要经营的好，你才能进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家庭组成的嘛。所以等于说相对，你看现在世界各地啊，我上次跟那缅甸有个神学院，在那个腊戌，那个神学院院长，他也跟我讲。因为我之前有在讲到说，在泰国，因为你们大家都从缅甸来的嘛，啊，在泰国呢，我们从泰国的资料来看啊，泰国的单亲家庭哦，占人口的几%，你们知道吗？单亲家庭哦，占人口的60%，超过一半了。你看，他这有的是结婚不注册的嘛。对不对？反正不注册，为什么？随时可以逃嘛，就不注册嘛。但是那个是官方注册的话，就是说有60% 的人他们是有结婚注册，然后再离婚。但是那就很多的单亲家庭，对不对？那事实上，刚刚你们几个有些人是说也是单亲家庭啊，对不对？父亲不在，母亲不在。那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弟兄讲到说，你结了婚，你离婚了。你的家对你孩子来讲就是什么？单亲家庭。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单亲家庭多影响多大。那你们了解你们缅甸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比泰国更严重？严重哦，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比泰国更严重的话呢，你们个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们健康了，你们有个概念，怎么样去回到缅甸，或者是为缅甸祷告。让缅甸的人要注重家庭，好，所以那个我那个同学哈，就是缅甸腊戌的院长，他就说有时候也请我过去跟他们讲课。我说是啊，他说很多问题，人手不够，啊，辅导不够，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哈，所以你们个个都有份哦，为缅甸的祝福祷告，你们是以身做榜样的，好吧？啊，好，我们来看看啊，还记得吗？我说原生家庭是什么？你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等一下讲下去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看到说，你们今天第一个功课，你们要先帮自己画一个家谱，会画吧？哦，等一下给你看，不用紧张啊。好，我们就说写3代就好了，不用写4代。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当然有孩子嘛，那你一代孩子一代2代了，人家得写爸爸妈妈一代嘛，如果说你还没有孩子的未婚的，那你就要往上写了，对不对？是不是要写到阿公阿嬷那边的，祖父母那边的，对不对？从祖父母、爸爸妈妈，然后你，那就3代，好吧？我不要给你们写5代，有人，我上次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写了8代。
为什么要写8代呢？因为他说，因为他能出生，他能成长，他能在神学读书，那是神的恩典。然后说他写8代，是因为8代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爸爸那一代，爸爸、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一直上去的时候，每一代就是一父子。爸爸死了，他生出来；爸爸死了，生出来。所以等到他爸爸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妈妈怀孕了，他说我不要让我见不到我孩子，所以他爸爸后来信耶稣，咒诅就停住了，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爸爸。爸爸咒诅如果继续在那里的时候，他看不到他爸爸，所以他说我要写这个8代，就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神拯救了他们家，是这样子。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写家谱呢，帮助你自己追溯神在你家中做了什么奇妙工作，或者是说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家族有多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也是破碎家庭出身的，我父母在我10几岁是离异的，然后呢，我妈妈又在外头生一个孩子，我爸爸又生一个孩子，所以我有2个，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比较复杂的。以前的人都不会把这些弄出来嘛，现在不一样，现在很普遍了嘛，所以等于说这个家庭很重要，我们要去看哈。好，所以等于说功课第一个，你们要写家谱哦，写你们自己的家谱，好吗？不然呢，明天可以交给我功课啊，那你们可以介绍一下啊。好，来，我们说原生家庭，从原生家庭重新认识你自己，我们说家庭呢，塑造人的个性。今天的你，虽然说你一出生，你父母教导你或者是培育你，但是呢，那个个性呢，在家中已经开始被塑造成了。所以我们说，影响人格的成长呢，人际关系的沟通，你跟人的沟通，你自己不察觉，但是你跟父母之间的沟通，跟兄弟姐妹之间的沟通有影响，是吧？你们可以看到脚印吗？在第几页？第2页了第2页可以看一下第2页啊。所以你看这边有几个影响呢？原生家庭影响几个？影响人的什么？人成长。人成长，还有人的个性，还有呢人际关系的沟通，还有呢管理情绪的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啦。还有呢，你跟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互动的了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现在交往的，有些是我们的交往对象，有时候会受我们原生家庭的因素，在找对象，明白这个环节吗？譬如说，有些人是他成长的时候呢，他爸爸很严厉的，让他很不舒服的，所以他就会心里说，我绝对不要找一个男的像我爸爸一样，你知道吧？但是无形中呢，就找到一个像他爸爸一样，女孩子也是一样啊，对不对？男孩子也是一样啊。男孩子说，如果他妈妈很凶悍的，我绝对不要找一个女人，找一个女朋友像我妈妈一样。最后来呢？找个母老虎。找个母老虎更厉害了，是不是？比妈妈还要厉害，是不是？刚开始很温柔，然后妈妈发觉到，不是了。所以等于说，无形中会受我们原生家庭影响，在寻找对象。你会想想已婚的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的配偶是不是跟你妈妈很像呢？还是跟你妈妈不像呢？那讲那个性啦。因为没有人绝对像的，但是呢，个性有些时候我们反而会因为妈妈，你虽然说有时候你不喜欢妈妈那个个性，但是呢，还是会喜欢妈妈一些的好，所以那个好吸引着你。但是不好呢，是结婚之后呢，才发觉到，相处起来就不太好了是这个意思好吧？好，那我们就说这个是上次有讲过所以帮助你复习一下那我们说家庭呢，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的感觉，自我价值高。你觉得你自己呢？有没有价值？有，怎么样？说说。我你要说就可以说你如果说介绍你自己，我觉得我好在哪里？
这个方面吗？对呀，你说你很有价值啊，价值哪一方面的价值？对父母很有价值啊。那你自己对自己呢？我自己对自己啊。啊，你有价值吗？有啊。哪方面呢？自我肯定嘛，真的是。自我肯定啊，说说。好，我们看这个弟兄，你的自我肯定哪方面？你说。我没有。很听话，现在看。再想想看。就是愿意学啊。愿意学，还有呢？好了，你说你的优点好了。优点啊。优点没有吧？优点就是愿意学习啊。愿意学习，还有呢？好了，我们同学们给他2个优点吧，你们。他愿意付出了。他愿意付出，还有呢？还有他整菜很好吃啊。做菜很好吃，就是优点了，懂意思吧？心地善良。心地善良 ，OK， 3个了，你看。不错。同学呢就互相鼓励，互相称赞，很重要啊。等一下我让你每一个人想想看啊，当谁有说话，我就你们给他优点的肯定，称赞的肯定，好吗？等一下我们要做这个你要认识你告诉我你的同学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吧？好。人家这样肯定你是不是很开心？是啊。原来我真的做菜你们那么喜欢吃，是不是？就说他们说你心地善良，是吧？对了，所以这种自我价值的肯定啊。因为你们有没有人说成长过程当中，你父母给你肯定？有哪方面给你肯定？我个人来讲，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说你很听话的。说你很听话。我长大以后到社会接触接触病了。小时候很听话，大了就不听话了。我将近15岁以后叛逆了。叛逆了啊！其实只要父亲母亲说的去做。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等慢慢大了，长大以后又吸毒了，又去监狱坐牢啊。把我那个观念就改变了。改变了。那你现在呢？现在你的自我价值怎么样？你肯定你自己。感谢神了，现在我最起码我已经找到我认清楚我要怎么做。你知道你要做，也不会再任性了。是。OK， 好，我们给他肯定。谢谢。好，给他鼓励，哪些他还有优点？你看1、2个。他身体知识最好就是他了。身体知识最好就是他。IQ 最好。IQ 最好，就是很认真的学习圣经。OK， 第1个。好，还有呢？历史方面呢？谢。电脑知识也很好。历史。历史，圣经历史。历史包括中国的历史，他都。哇 ，OK， 还有什么？他记性很好。他记性很好。哇，不错了，你看都开心了。谢。是不是被肯定了？是。好嘞，感谢赞美主很好啊，就这样子互相肯定。你看，平常你们不会这样说吧？我们今天就给互相自己肯定，因为有被肯定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多大，是不是好，自我价值来第2个，每个人都有沟通，跟人沟通。我们在座的几个做过做父亲的，好，那还没有结婚的，我问你们，小孩子出生呢，用什么跟人家沟通？用哭声。用哭声，哭声代表什么？他不是最多就是拉尿啊。吃喝拉撒睡就用哭，吃喝拉撒睡有些时候，特别是有些时候是母亲很敏感的，孩子一哭就知道他要吃东西，还是要睡觉，还是要尿湿了但是呢，有些父亲也很敏感的。谁做父亲的？你知道，你分辨出来你孩子哭声？分辨出来。你分辨得出来？你比太太分辨还清楚？差不多吧。差不多。我小孩子以前小时候的话，都是我照顾的比较多。你照顾比较多，所以你很了解。比较他哭，他肚子饿了，我知道他哭是肚子饿。他想睡觉的，他哭的就不一样。你看这很不一样好，来，他发声音了，你们要给他肯定一下。他有什么优点？他对。他最大爱的小孩啊，真的是很爱。好爸爸，好丈夫啊。我只会说他的智人的。其实怎么样你都不跟他辩，让他，那是爱嘛好，还有呢？对了，除了对家人很好之外，对他家人好，跟弟兄也是。跟你们好不好啊？好。他们体贴你们吗？
以前我们都看他，因为有记者。是这样子啊，还有呢？他学习也很好啊。他学习也很好啊，哦。记性也很好。哦，记性也很好啊，哇 ，OK， 感谢主啊，你看那个鼓励了嘛，哈，是不是大家都肯定你了啊？很好，好，那我们要看第三个，每个人都依循规则，如何行动？就是说，这个是讲说家规，每个人的家规不一样，是不是？虽然说你们都是缅甸人，但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家庭，哈。好了，问一下哈，那个方中跟兄弟啊，两个是不一样的。你是老大？他是大哥，他是老三。哦，谁是老三？我就是老三，他是老三，他老四。哦，老三老四没有大哥，大哥不在。OK， 老三老四很接近啊，你们两个差3岁。对。啊，好，来，先来老三说说。好，那你们家的规矩是什么？你们家规？家规啊？有没有家规？比如说不听话，爸爸就拿杆子来打人了，还是？因为我的爸爸从小就到外面去跑车啊，经常不在家。啊，不在家，那谁管家？就是我妈妈管家。啊，妈妈严格。我妈妈的话不是那么严格了，她就是喜欢做事情啊什么那些，对于孩子的教导那些呢不太会，因为她不识字啊，一个字都不识。哦，也不识字 ，OK。她就是专门去补给我们钱用啊。哦，等于说一直专家里的需要，他来负责，是吧？啊，那谁给你们指定，在家里不能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去上学的话，妈妈会难过了，还会骂啊。哦，这是上学嘛。都是妈妈把我们带大的。啊，妈妈带你们的多的兄弟姐妹啊，也不简单哈，是不是？啊，虽然妈妈不识字，但还是很会带你们啊。对。是不是？好，那我讲的家规好了，你们家里那么多兄弟姐妹啊，你们吃饭讲好了规矩，做饭吃饭的规矩有没有？有啊。好的，有哪方面？不能够敲碗，用筷子去敲碗啊。啊，什么意思呢？那个敲碗，拿古时候的想法就是你敲碗是那个要饭人。啊，要饭的人会敲碗 ，OK， 这是家规啦。还有哪一个家规呢？还有是说吃饭你不能够敲脚啊，什么脚敲起来啊这样。啊，不能敲二郎腿。啊，不能敲二郎腿哦。还有呢？吃完饭谁洗碗还是要不洗碗？一般都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女人洗碗啊。哦，你吃完那你就给妹妹他们洗碗了。这个姐姐他们那些。啊，姐姐他们洗碗，你们男的都不洗。我们男生的话是专门吃饭。你们负责吃，他们负责洗。不过现在在基督里，我会去做饭了。哦，不错，很好，感谢主。好了，你说完了，大家给他一个鼓励哦。你们看看他有哪方面的优点？他很会讲道。哦，他很会讲 ，OK。会行道。口才很好。哦，口才很好，还有呢？声音很大。哦，声音很大，还有呢？用麦克风。OK。很愿意去付出去学。很愿意付出去学啊，好，不错，已经有3个优点了。OK， 老四，来说说你刚刚说的家规跟你想的家规也不一样。也差不多一样了。啊，那还要补充哪方面？补充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从小爸爸就在外面跑车嘛啊，常年4季都是在外，全部整个家庭我们有7个姊妹，全部都是靠着妈妈去喂猪啊，做家务啊，去街上卖小菜啊，来供养我们长大的。哦，那你比如说敲碗啊、吃饭啊、敲碗翘脚啊这些，那还有什么家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不要浪费。哦，不要浪费。妈妈经常碗里头有的吃光它，不能剩。对。啊，对不对？碗里的饭要把它吃完啊，不要浪费。哦，是吗？哦，好。那你有没有帮洗碗过？没有。都是一样，都是姐姐他们洗。都是妈妈姐姐他们洗。妈妈姐姐就洗碗了，有没有帮洗衣服啊？也是他们洗了。也是他们洗。那有没有打扫卫生啊？偶尔扫扫地，我们。偶尔扫扫地。现在到这儿是吧？这里一个。现在来到这里真是感谢主了，来到这里全部都会做了。哦，是吧 ？OK。以前的话在家厕所也不会洗，现在来到这里厕所自己也愿意去洗了。哦，在主里头更新了啊。
哎，很好。好，大家给下课之前给他一些称赞。他很努力啊。他努力。对，他很上进。很上进。他沟通的这个光谱很好啊，很会沟通。很会沟通啊，哦。OK， 还有呢？再一个就下课了。下一个。在圣经方面，他讲道方面真的很下功夫，他会去找那个一些资料来讲道。学习很上进啊，就是一个。哦，很好哎，对啊，你们这样子很有学习的精神啊，很好，这样鼓励啊，谢谢你。好，我也感谢主啊。好了，我们休息要几分钟呢？ OK， 好，10分钟，然后再回来啊。OK， 好。